原本我的愿望是就是在玉树是一个整体藏区里面接受过大自然的一个不能说破坏吧，但是有接受过灾害的一个地方，然后又是面对了重建。在这个过程里面，同样有保护到的藏族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康巴文化。我想要带着同学们一起去感受这种独特的在玉树能体验到的这个康巴的艺术文化。已经在路上的我们，对我个人现在而言，最希望的就是大家健健康康的。看到大家脸上的笑容，我就心里有些放心。其余的就是看时间，和天气。亚斌，你对此行有什么期待吗？对这次的旅行还是有挺大期待的，因为虽然我很多次进藏区了，但是像这样深度体验藏文化，这还是第一次，所以呢，我也想能够跟大家一起全身心的去体验这次文化之旅，然后我也期望这次旅行能够圆满。谢谢。我这次对玉树之行的期待呢，首先是希望我们在玉树的每一天，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度过。其次呢，也是最重要的，是希望我们能在藏语的学习上迈上一个台阶儿。我希望就是藏园玉树大家都健康快乐。然后我的2个期待，第一个是快点到达玉树，第2个就是克玛尼什夸真切。我呢叫郑美秋，是画画的。其实参加朱木老师这个藏语班，他最吸引我的就是能带着我深入的考察藏文化。2点期待，第一个呢就是我希望能够学到更多的、更广博的藏文化。第2点就是我希望我的心和藏族同胞的心能够融为一体。那么我之前其实对这次行程没想过什么都没想，因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就是一个纯空白的一个状态。然后像通过这10天，就不停地把这些东西往我这里就装吧，所以现在就是空白。就这样，我其实没有什么期待。关真切。还是希望能够真的是全盘的去接受这次旅行，然后去感受那边的文化、艺术，以及我们可能未来要迎接的在草地上住帐篷的那样的生活，最原始的生活。非常期待。没了。在老师这里时间比较久了，参加了第1期的藏园，都是个人原因了，工作压力比较大，出去玩一下。就是我们不是要氪金嘛，赛马节嘛，很期待的这2个，主要是跟着老师出去还是很期待的。我叫黄浩，然后祝大家吃好玩好，在青海高高兴兴平平安安。他是我们的那个护花使者。就是。谢谢啊。第1次来的时候是地震的时候来，所以其实我经历过，就是可能玉树最满目苍夷的时候，以及它重建之后，我都见到过。在那边呢，也遇到了很多特别让人感动的人和事，所以我希望此行，能够有一个特别开心的经历。因为现在随着那种长大呀，或者是当地的那个文化的变化嘛，然后就没有了这些，然后我特别期待这个，我觉得应该可以唤起我小时候的很多记忆，然后就最后一个愿望就是希望这次就所有的行动就非常圆满，大家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回到北京。谢谢。因为每一个人的心目当中会有一个玉树的此次玉树行，不一定我设计好的这个东西，不一定大家就能感受得到。因为我相信每一位同学带着自己的眼睛和带着自己的一颗心，因为你的心有多大，你的眼睛有多有远见，你才能看到真正的玉树。这是我此刻的心情，特别希望大家健康，不要有太大的那个。
还有金刚手菩萨的，就化身就是来到这里，度化众生、弘扬佛法的，就这样的。后来就是在那里，就是建起来了萨迦派的那个传承，然后就是萨迦派的那个藏传佛教的历史呀，还有藏族的文化历史呀，很多方面都能够看得到、听得到那个萨迦班智大和萨迦巴兹巴这两个。早上呢，我是有一点头疼，但是到了那个接骨寺，我就瞬间就感觉特别的好，去了解萨迦文化这些，让我更多的去知道了就是萨迦派，因为之前我只是知道这个派嘛，现在是我更多的了解了这些，以后反正就会更多的去深入了解。我之前来玉树之前，我是想着我们会住那个帐篷，然后我就会有那种怎么说小时候的感觉嘛，然后到这以后就没有体会到那种，但是今天刚好就在点所有灯的过程当中，我就觉得，哎呀，好像真的好像回到小时候一样。我是觉得今天感受最深的是在就是大家点灯的时候，我觉得那一刻就是非常满足，就那一刻我感觉特别深刻。在那个磨坊那个炉子边上，然后我奶奶在那弄那个灯芯一样，然后就感觉特别舒服。虽然有点累，但是内心很舒服，但是很舒服。灯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寓意着大家都能够开启智慧。
觉得真的很殊胜，所以希望能够把今天所有的这些功能回向给所有的人。你的哪？你太扁，这里。玩说。你跟那说明意思。就是说，它那石头掉一层，它就还是这佛像还是这样，再掉一层，它佛像还是这样的。你看人家王车公主，他们刻了一个王车公主嘛，啊，用手来刻的。这个是那个哦，得到了正果后用手在这上面。哦，刻着的多好，这个是狮子的头，狮子的尾巴。对对。酸酸的，好吃吗？好吃，吃了会拉肚子。不会的。会拉肚子。哇，是山摘的程度。哇，这种花叫安妮王后的蕾丝，很好听吧？它有个俗称叫野胡萝卜花。又酸又有一点点涩，味道很好，我喜欢这个花。对北京很想念吗？非常想念，因为这是吸收大自然的灵气，在北京是吃不到的。好吃吗？酸的我。嗨。
山坡上，就是我们几个人躺在山坡上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感觉就特别好，因为我觉得那时候自己就是完全融入到一种自然当中，就是我能感得到大自然的一种博大吧。就是这样。就是说，紧接着就是咱们去看那个，就是博物馆，这个整个了解又系统的了解了一遍玉树的这个自然风光、风土人情、这个宗教文化这一块儿，社会这个人文都讲完了之后，就是说，这个就非常感谢这个秦梅老师，还有那个就是那个索南师傅一天都陪着我们，我其实特别感动。然后今天大家可能每个人感触最深的都是下午去听这个，在扎西师傅家，然后听这几个堪布，然后还有活佛给我们讲解佛法。首先他非常博学，你看他从就是跟我们今天讲的所有的这些知识里面，他知识面非常宽非常广涉及的。第二就是说，我们其实刚才聊到了他的汉语的表达能力非常强，他用的词汇。包括运用，就是他的这个逻辑思维能力，然后语言的运用。因果不会虚假的，所以刚才说到什么呢？因为没有安全感，什么呢？我们对世界无知，所以为什么呢？因为无常。所以第一个，今天你们要学会无常。无常是变化的，它是真理。宇宙在变化。我们坐在这地方，身体坐在太阳里面和坐在这里面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已经变化。坐在这我说话的，大家的念头在变化。你们说你们无常吗？我们承不承认自己特别无常？那何况，你看我们这个念头都这么无常的，何况我们要求别人的变化呢？所以可能性大不大？所以对其他东西别抱太大的希望。所以希望不大的时候呢，我们就执着点就不会太大。那我们就不会有我们的这个要求感就不会太强。那这样后自己的痛苦相对会减少一些。所以大家知道无常的好处了吗？所以今天佛陀的第一节课是无常，生命无常，思维无常，念头无常。第二节课什么呢？所有的无常都是由因素产生的。我们今天坐在这地方，什么样的原因？我们不能笼统是缘分，不能一句话来概括，而是因为你们有卓玛老师，然后又有他，然后又有我们的这个僧人索南师傅，然后大家来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有很多的细微的因素承受了今天坐在大家这边的果的形成。所以一切都什么呢？是因果所产生的，包括你今天所选择的对象，你的事业，都是因为你的圈子，你自己觉得这样好，我需要这样的安全感，所以一切的好都是自己引来的，所以一切的不好都是自己引来的。所以第二节课是什么呢？因果永远不会虚假，随着你的价值观，随着你的格局在走。所以因果不虚，大家认可吗？认可。无常认可了吗？那所有的因果都会周而复始。我们高兴，等着痛苦，现在稍微平静，一会儿可能会激动。现在带着你们到这儿来，让我们体验生活，希望你们真正的得到一个好的导师引导，这说明他自信的一块，有信心的一块。是的，这是值得你们以后继续相续相处，祝你们吉祥。您介绍一下你们两支队伍。我们两支队伍我可以介绍一下。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是代表我们果洛地区啊，两个团队，一个叫申江竹木女子藏戏团，一个是拉哲觉的艺术团。咱们这个申江竹木这个艺术团一个特点就是，目前国内唯一一支有这个女孩组
组建的这个扮演格萨尔剧的这么一个剧团，那么就是这个得到了这个全国各学界的这个，包括姜斌家聪老师这些东西。完了这边就是我们的也是我们普陀这个达日县的格萨尔小的时候这个教日嘛，对，以教日命名的这么的一个艺术团。那么这次就是我带着2个团队，我有参加这个我们的艺术的这个格萨尔文化艺术节比赛。我们小小的心意里，反正你转交也好，你来这儿，我们2个在这儿，看到我们每一位同学的一个小小的爱心到了这个地方，因为大家觉得在这里边比较自然一点，并不是说这里怎么样，不是，就是交给你，特别好，我真的很感动，在这个偏僻的地方，不管怎么样，就玉树这个地方。其实我常常待在那个内地，然后我自己的家乡没有这样的学校，真的没有这样的学校，所以我的家乡都是很好，都很好，所以我就觉得应该都是这样，所以到这里的时候我自己感触很深，真的特别很谢谢你。毕竟这里不是来的我们真正的藏美人感谢我们，还是我们佛教也得感谢你们。为啥？我们有些藏美人的话，现在脏话都不会说话，在你们汉美省还是一些脏话，让我们感谢你们，真正的感谢。
这2天我们都坐他的车子，然后青梅老师很细心，超细心。我当时问他，我说你是怎么样才能坚持在这样的工作做3年？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然后他当时他的回答其实跟老师的回答很像，就是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当我的学生，我教成了什么样的学生，他最后还回来，他得到什么成就，是我最大的收获。就这种感觉，就是还是很感动的。然后今天那个就是刻石头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那个像黄浩说那个师傅叫扎西师傅，是扎西师傅。然后因为我们到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个镜头是我们到的之后，然后他是在那儿用机器弄那个石头弄平，然后整个都是灰。我们当时所有人的就是很多人反应就是赶紧戴上口罩，就是因为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粉尘乱飞的地方，然后他们怎么能还没戴上口罩呢？然后教我们怎么走，他们有电课和手课都有。其实马泥石我特别的喜欢。今天刻马泥石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那个机器刻我不太会，然后就是石刻嘛，我就在那儿雕，就是当时在雕的时候没有感觉到手特别酸，但整个都完的时候，我有2个手已经感觉要废掉的那种，就是特别那啥，但是刻完了以后感觉很好。要刻哪个字，要先自己写好，用那个记号笔来写，后来呢，要慢慢的，这里面要篆刻。现在他要准备要篆刻了啊！帮他们等会对。妈妈。这样拿着。要刻的时候手要往这边移动，对不对？是吧？挨着石头，对，挨着是挨着。哦，这是的。今天我们去刻，我感觉其实它真的不仅仅是说它因为印的是一些咒啊或是怎样的，而更多的是一种艺术，是一种文化，是它深深的就是已经扎根于藏族的这样的一种文化当中，也是大家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期望。我不知他的民和姓这个师傅，实际上我很尊敬他，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刻这个石头，实际上我把它放到这个很巨大的玛尼石堆里。这个玛尼石堆每年都在变化，因为我上次来的时候，很多就是藏族的朋友在重新堆这个玛尼石堆。你今天这块石头在外面，明天可能就要堆到里面去。实际上我们看不到它了，可能。但是他那么用心的刻，因为我走遍了全国，一看呢，就是藏族对这个文化保持的还是非常有体系的，而且还具有形式美感。它不仅仅是内在的，还是外在表现形式非常的，非常重要。这个，它不仅仅是把这个东西那个融化在血液里，还是它彰显在外边儿啊，很绚丽，它彰显出来了。这个形式感是非常重要的。那个就是，其实我们汉族的传统里边儿。也是非常内涵非常丰厚，而且外在也是非常彰显的很好的，种种的形式美感都有的但是失去了很多。Mahi sunaya, nge makha kayura sunaya, nge makha kabu
侬些说你呀，我娘家给几年，我怎么变几年来啥呀？你的人里不干过，过那的那我也进了说呀，马过的了蓝的瓦面，马过的了蓝烟的瓦面呀，阿克。他就俺那娘牛的，这是嘛的我，咱嘛走，俺光明俺叫了。哥哥看着走就是哥，那就是这不怎么的，看着哥俺给弄这个包呢。大概的意思就是说，里面的这个格萨王的故乡，或者是他住的那个地方山，或者是那个山神，那些主要是祈祷，就那个方面的内容，大概就这样的。对，今天那个他去，今天去赛马，然后他就得到了格萨尔王的名称了，是吧？主要是赛马就成了那个王位了。哦呀，好。拿一点香过来，在我们工作室放着可以吗？我说可以，先试一下。就这还没来。我一个来了，它摘出这里。这是什么？柏木，最主要的大部分用的就是它这个是啊。对，柏木。这是嘛？这木子。这是我妈妈给我，他写的，那个这个配料的就是方法，配料啊，对，就是方法。那这些杂丸子最后放在什么地方呢？那这个底下还有一些大杂丸呢，用那个青稞酒，那加要放几天，然后还有里面加了麝香，各种还有很多。这些加完呢，最后才能就是有。香的，这些全部都所有的味道。怎样想的就做成一个这么小的机器，然后整体就是这么做下来。我们藏香的话，它本身就是一种治疗很多疾病的就是很好的一个方法。所以就是我们如果那些全部都用机器的话呢，它要的很多的就是它的它的效果，它的功能就没有了。对，就会失去很多，对，破坏很多。所以我就全部该用的就是这个必须要用的这个手工上的我完全都用了，所以用的手工。然后机器方面的话，我就要就是想就是那些工人们就是让他们稍微轻松一点，所以用了这个机器，那就是这个做出了这个线香。我请教一下，就是我们的藏香是不是在放1年或者2年以后，它的香气会更聚？
像有这样的说法，我听说过。就酿的酒更好是吗？好像有说法，就像茶啊、香啊、酒啊这些东西。是这样的。但是我不知道，年龄可能小的问题。现在社会上也这个藏族书法知道的人很少，只有在那个大寺院里面大干部们就知道这些书法。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初中小学那些藏文老师都根本就是不会这些书法，大部分，所以这个学生们也会的不多。这是宣纸是吧？这是宣纸，不是藏纸。藏纸现在比较贵，现在说是他们做的时候比较难，完了以后这个卖的时候也价格比较高。就这样啊，1、2、3。对，太有价值了，你是不是都看不下去？好，我们的摄影师。大家好。那行，熊猫，请你说说这些天以来，你对藏园的感触最深的是什么？虽然说是作为一个拍摄者，但是也是感觉自己很幸运，能通过这个途径，能好好的思考一些东西。你更关注的是你拍摄的人，跟拍摄的事物，所以，这个对我个人来说还是收获挺大的。和以往我自己进藏和画家进藏还是不同的。就是说呢，其实这是比较深入，就有亲身的体验呢，就是关于藏族的宗教啊，还有日常生活。因为除了有那个草原，然后更多的我觉得是一些文化。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人文的东西，因为我们跟阿妈，然后姐姐、妹妹在一起，真的感觉到了藏族人民那种热情，然后特别特别的真诚、善良。住在藏民家里，你会有你会有意想不到的那种收获，因为直接就跟藏民生活在一起嘛，每天都跟他们在一起，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会加深你对这个民族的文化，还有这个他们藏民的生活都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我就跟回家一样，就跟回来，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回趟家休息几天。我最大的就是收获最大的，第一是认识了朱木老师，第二是认识了大家，就是大家，怎么说都很见多识广，然后呢，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就这样。藏谣任务其实也是，我一直以来特别期待的一次。这次拍摄任务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突破，因为之前只是喜欢拍照片而已。那这次真的是担任了这个职责，那么把它当成一个工作来做。其实我还是挺乐在其中的，说实话。因为这次来了以后，我才真正的深切的感受到，就是真的是知道什么是体验藏文化，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去藏区其实都是走马观花，更多的是呢用眼睛看。那么这次不仅是用心去体验，而且是用自己的双手，包括我的生活当中我没有看过赛马，这次看到了，然后我没有刻过马尼石，我也刻到了，然后我们来到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马尼石堆，感觉很舒适。这几天下来，我觉得我的心很静。学藏文本身就是一种修行。我以前其实没有意识到，我以前就觉得，藏语可能就是一门语言，也许它像和中文一样，会有一些文明或者文化的东西在里面，但是我以前并没有体会这么深。我觉得师傅的加持力肯定还是会有的，所以我这次来也是确实能体会到，藏语藏文化，就是它非常的博大。大家随着藏园的深入哈，最后我们大家都要回家了，要分别了。我们都觉得我们越来越沉浸到这块土地上，心越来越宁静，这种感觉是有变化的。妹妹，这次我们藏园活动麻烦了你很多，有什么想对采访我？我以为要干嘛？有什么想对我们说的话吗？其实，哎呦，我上不来。妹妹，其实我也真的很高兴认识你们。这次就是你们藏园活动啊，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再怎么说呢？希望你们就是这个藏园活动啊，能够顺利的，就是每一年每个周年都是完。哎呀，再等一下啊，我就说不来了。现在我们，哎呦，等一下，我就说不来，等会剪掉啊。哦，小肉肉。到时候是。
师你好。你好。这次参与我们的藏园活动，你有什么想对我们说的话吗？我真的认识了你们到玉树，还有你们写的是藏文和我们藏族的那个反正历史，我真的很感谢你们。就周梦老师带了很多人，因为到了玉树，我给认识了他们。但是你们到玉树，我真的很感谢你们。还有机会到玉树来，我一定会帮什么忙，我一定会帮的。好的，挂着见。我想对周梦老师说，这次真的，通过他也学习了很多，还有，你们也学到了，你们也通过了周梦老师学到了很多东西，对吧？就是我更希望，每个周年、每个年会，都这样顺顺利利的开下去，以后的路上能够顺顺利利的这个藏园接下去，还要祝他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扎西贝勒。